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7月12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7篇，阿摩司书第4章第6节到13节，约翰一书第3章11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彼此相听。彼此相听是基督教信仰的界面，不但是新的界面，也是伫旧约的界面中间就早就提到的。咱看见着申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9节的经文，安尼讲：以色列人着注意听，上主，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。恁着专心、专情、全力听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我今仔日命令恁这的话，着记伫心内，嘛着温群教示恁的囝儿，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里行，倒地还是起来，拢着念互因听。搁着绑伫手里做记号，绑伫头壳遐提醒，着写伫厝的门徛，嘛着写伫城门。另外一个经文，咱又搁看见伫利未记19章第13节到18节。圣经讲，毋通欺压你的同胞，毋通抢夺因的物，毋通甲工人的工钱留过暝，毋通勒骂耳孔无听见的人，毋通下物件伫失明的人的头前害伊绊倒，着敬畏你的上帝。我是上主。恁审判毋通无公道，毋通偏袒善车人，嘛毋通看有权势人的面色，着照公道审判你的同胞。毋通四界造谣来中伤人，毋通做假见证害死人。我是上主。毋通心内怨恨厝边，着诚恳指责伊的错误，正免得为伊的罪来负责任。毋通甲你的同胞报仇，嘛毋通扣分，着疼厝边亲像家己。我是上主。这段的经文有济摆提到着甲厝边的关系以及态度。伫新的台语翻译13节内底讲的同胞，和合本翻译做厝边。甲17节的厝边原文是无共字，但是拢指着厝边来论。15节的界面，甲咱昨所讲着雅各书的教导完全同款，就是待人袂当有偏见。这个面来讲，就是每一个人可能拢是咱的厝边，是咱应该爱听的对象。伫旧约，上帝透过摩西来颁布界面。但是以色列人却总是背离上帝的界面甲旨意。一个心内公义的人是无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就亲像约拿先知同款，伊条故意违背上帝的旨意。若安尼就无法度开放迄个心胸，接纳所谓的厝边，搁较无办法进一步去听对着。安尼人
并毋是干那限伫遐个毋捌上帝的外邦人，特别是伫阿摩斯先知提到以色列甲犹大遮的以色列人民。咱煞接昨的经文，今仔日的经文阿摩司书第4章第6节到13节。先知有言，上帝的刑罚要临到撒玛利亚，嘛要临到以色列人。这拢是因为因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因欺压丧乡的人民。昨的经文阿摩司书第4章第1节讲，住伫撒玛利亚巴山的牛母。着注意听，恁欺负散车人，欺压制艰苦人。这个所在特别讲到巴山的牛母，这事实上是咧指撒玛利亚城中间一寡真大苦的妇人人因。为什么会安尼？因遮个人拢是伫迄个京城内底的贵妇，真好养的妇人人。或者是伫宫廷中间官员的妇人，或者是讲伫社会顶悬真高位因的眷属，或者是讲是足有钱的做生意人的太太，也是遮的细姨，遮个人呢，拢真贪。第一节讲因安尼贪欺负散车人。伫宗教行为顶悬，因加甲真热心，这是第4节到第5节所讲的。伫面对上帝先知的警告，因是安那麻痹。这是伫第6节到11节所讲的。遮个人无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却假做家己是足虔诚的。因只有注意着家己的外表，因的生活真富有，完全无注意周边遮的弱势者，甚至阁拢来欺负压制因。这是上帝所无欢喜、所厌弃性命甲行为。约翰一书第3章11节讲：恁对起初所听到的信息，就是咱着爱彼此相听。这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经文内底所讲的起初，到底是咧讲到什么时阵？无有讲特定的这个时间点。伫约翰喙中所讲的起初的时间，到底是甚么货？这个字是对希腊文圣经来，伊的意思是开始。另外也会通翻译做统治者，也意思就是讲，这个所领受的信息，这个诫命是统治者。所以，咱着爱了解，亲像创世纪所写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这是同一个意思。也是讲彼此相听，就是上帝自创世起初的时阵的旨意，毋是选择题，伊是一个是非题，一定爱做，若无就毋得。约翰又搁讲。咱袂当亲像该隐，伊属伫迄个邪恶的，伊杀死家己的小弟。伊为什么杀死家己的小弟？因为伊的行为邪恶，因为伊的小弟行为正直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若是这个世界的人怨恨恁，恁毋免着惊。咱着要知影，咱已经出世入生，所以着知，因为咱疼兄弟姊妹，遐个无有疼心的，犹原处在伫死的权势的下面。
既若怨恨家己兄弟也是姊妹的，就是杀人的。恁知，既若杀人的，就无有永远的活命。基督为着咱牺牲性命，对伫即点，咱知什么是疼。那呢，咱应该爱为着兄弟姊妹牺牲性命。一个不有的人看见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的欠缺，却硬条因的心，无要来插，怎样会通讲伊是疼上帝呢？约翰甲雅各因所强调的信仰精神甲行为，其实是相同的。咱袂当偏待人，袂当对人有偏见，也毋通欺负人。咱着爱彼此相疼。诗篇第7篇，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做我避难所，保护我。求你解救我，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。若无因的亲像屎疼离我，疼甲喙糊糊嘛，无人通救我。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我的手若有做毋对，有对朋友用歹报好，还是无缘无故抢夺对着我的人，我若有做这的代志，就出在对着入我，到掠着我，将我的性命踏伫涂骹，将我的尊严变做土粉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，发出受气，站起来对付我对敌的大受气。求你为着我醒起来，照你的旨意审判，愿万民拢聚集伫你的周围，愿你坐伫宝座伫你因。上主审判万民，上主啊，求你裁判，判我罪义，定我无罪。求你，互歹人袂阁做歹，互义人徛在，因为公义的上帝监察人的心肠。上帝是我的盾牌，伊拯救心正直的人。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，伊逐日对不义的人发受气。人若毋反悔，伊会磨伊的刀，扭开伊的颈，准备好势。伊准备致命的武器，伊射的是火的箭。你看，歹人都无邪恶，怀因毒害，生出奸诈。伊乌屈，乌互伊侵，竟然跋落家己所设的陷阱。伊的毒害会倒转到家己的头壳，伊的强暴会落伫家己的头壳顶。我要因为上主的公义感谢伊，我要称赞上主至高上帝的名。感谢上帝，呼召阮做你的仆人，求主帮助阮，会通做一个好、忠心的仆人，用好来款待人，无有偏袒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